次咧，我哋係傾下裝修糾紛喎。咁啊，有觀眾同我哋講啦，佢自己遇上一個情況，就係佢裝修嘅時候咧，咁啊工期係延誤咗幾個月啦，然之後交貨又交得唔好，咁於是乎咧佢就好叻啦，佢就喺一個尾數嗰度咧就刻意就唔俾，咁啊嗰度爭咗5萬蚊鬆啲啦，咁啊一路都唔理佢，結果咧點知係俾呢個承辦商咧就追翻佢喎，入稟法庭話佢唔俾錢喎。呢啲情況咧，其實香港都常見嘅。我自己都處理過好多工程糾紛。咁咧尤其是啦，裝修手作嘢，裝修師傅咧做啲手工咧，未如業主嘅意願啦，跟住咧業主就好多時就好嬲啦。你要知道咧，裝修咧其實係買一個裝修服務嘅，戶主俾錢咧就係買一間裝修公司去按時同埋按質量交貨。咁所以當中咧，可能裝修公司中間有啲瑕疵、有啲閃失，譬如一啲招呼唔好嘅位，譬如話佢激嬲個戶主隨地吐痰，又或者唔知點解咧夜晚6點之後唔聽電話，咁可能雙方係有摩擦都好啦。但係最終間裝修公司咧，佢有按時按質量交貨咧，咁其實戶主咧都要合理地按時同埋去俾唔同嘅工程費啦，同埋去俾尾數嘅。咁然之後即係話喺呢一個 case 入邊，雖然佢唔滿意佢嗰個質量都好啦，但係如果呢個業主佢係唔準時去付款嘅話，其實都牽涉到違約問題咯。哦，係啊，嗱，咁你知道啦，裝修公司個責任就好明顯啦，就按時按質量交貨啦。咁戶主咧就要按時，即係可能分幾多期都好啦，就按時去付款，同埋咧係跟進嘅工程上面方面咧就要配合嘅。譬如幾時要嚟瓷磚啊，幾時要訂門啊、嚟結具啊，同埋唔可以太耐去確定一啲譬如家私圖啊、訂門呢啲咧，戶主都係戶主責任嚟嘅。咁所以咧，雙方都係一定要係共同去付出努力嘅，先至可以達至一個圓滿嘅裝修嘅。咁但係今次我哋話要按時按質量啦，但係呢一間裝修公司佢又冇按時，個質量咧亦都唔合到業主嘅要求。完工階段嘅時候發現有問題咯喎，咁佢唔扣數仲可以做啲咩咧？嗱我哋最理想嚇第一個方向咧，其實都唔係諗住話訴諸法律嘅，最應該咧就係、香港而家最興嘅咧，就係要去調解、去協商翻，即係雙方咧就去做翻啱自己再做嗰個步驟咧，即係裝修公司去做翻啱佢嘅手尾。譬如就算係嚴重問題都好，假設譬如可能係有成10件空心磚，有5個電掣位係冇電都好，跟住同埋啲手尾啦，譬如係一啲手工上嘅瑕疵，譬如油漆唔夠靚啊，有啲位冇支膠都好啦。大問題、小問題係應該做翻啱，跟住咧咁交翻俾戶主，咁就滿意啦，跟住就再俾尾數。咁其實正常係應該協商去咁做嘅。咁但係總有一個階段嚟到，即係冇得傾啦，一定要訴諸法庭啦。咁真係遇上一啲即係嚴重問題啊，可能又唔肯執漏啊，呢啲大規模嘅延誤啊，呢一啲嘅問題，咁喺法庭嚟講，佢哋會點樣去諗賠償？嗱係啦，問得好啦。我哋首先要知道一個概念先，法庭點睇個裝修公司係值得收幾錢呢？嗱，我哋要睇翻張合約，譬如有36個項目內容。如果間裝修公司咧真係做晒嗰36項咧，咁其實戶主係有個潛在嘅責任去俾足錢嘅。咁不過可能當中有啲真係做得好差，離開行業標準嘅，甚至唔肯執漏嘅。咁法庭嘅角度咧就要睇究竟咧呢一紮嘅功夫。呢間裝修公司唔做，咁戶主要另覓承辦商去處理嘅價錢係幾錢呢？咁呢個戶主咧可能要揾一個專業嘅公司啦，獨立嘅公證行啦，去寫翻份公證報告，去協助戶主追討究竟佢間裝修公司唔肯去做執漏，或者係處理一啲嚴重問題咧，係值得扣佢幾錢？咁呢個係工程部分嘅。咁質量太差就要即係計一計，另外揾人嚟做嗰個成本啦。咁如果係延誤問題啦，其實佢又肯做嘅，但係遲啲啫。咁呢度又點計法？嗱，延誤咧最理想咧就係合約上邊係有延誤嘅條款啦，即係延遲嗰個罰則係幾多？譬如一日遲一日就罰1000，咁就最清楚㗎啦。嗱，如果冇咧，就可能假設如果呢單官司咧係嗰個戶主係贏嘅，咁法庭咧就會睇呢個戶主咧有冇單據證明佢因為呢個延誤咧，可能租多2個月嘅屋啊或者酒店嘅費用咧係有單嘅，有支出嘅，咁都會協助法庭咧唔會直接判，可能咧成個支出咧就係由裝修承辦商咧喺嗰度扣錢㗎啦。咁所以總追討金額咧就係呢個另覓承辦商嘅工程費用啦，同埋呢個酒店賠償嘅費用啦。咁要做一個工程項目啦，我哋之前講過好多次㗎啦。最緊要咧就係個合約一定要清晰，咁保障翻無論係業主又好，承辦商又好，一定要有啲合約嘅必要條件我哋達到咗，咁就可以大家係安心啲。哦，係啊，真係有必要嘅條件㗎啦，好似後邊所寫啦嚇。逐個講，第一咧就真係要細分唔同工種，而每個工種咧都有唔同
同嘅款項嘅，就即係咩意思咧？就係唔好一個冧心價，即係唔好係做水電啊、鋪磚啊、跟住家私啊、油漆啊，成個工程38萬，咁係唔 OK 嘅，係有唔同項目嘅細分價錢，加埋係38萬，咁咧係對於每個項目嘅價錢收費明確啦，甚至有糾紛嘅時候咧，都容易會分得出究竟每一個項目嘅收費咧本身係幾錢。咁啊，第二啦就係咧列明付款嘅方式啦，因為啦頭先所講啦，戶主係按時去俾錢㗎嘛，咁亦都唔係個裝修公司話，我而家打拆完做咗少少水電咧，我而家要俾中期啦，而中期咧係要俾到90%嘅錢嘅，咁其實對戶主嘅保障咧就真係好低嘅，咁所以呢一個列明咧係好緊要㗎，咁同埋要列明嘅施工期啦，同埋嗰個延誤罰則啦，去確保咧頭先所講嘅嘢真係萬一發生意外，咁個戶主咧都會順利得到一個追討嘅。同埋最尾㗎啦，而家都好興㗎啦，就係遇到工程糾紛嘅處理方法。譬如話近年咧都好恆常咧，就係話喺個裝修合約度咧加翻個仲裁條款。萬一遇到紛爭咧，就大家唔使諗咧，究竟又點樣少下錢債啊，又或者請律師啊，律師費好貴啊咁樣。用仲裁呢啲方式咧就簡單啲，大家寫翻自己一啲申索嘅原因啊，加啲相片啊，跟住就遞去仲裁庭咧，咁就最無痛、最簡單，又唔使成日出庭咧，就可以解決到個裝修問題。咁咧相對上咧都對戶主有保障啲啦，同埋真係遇到裝修糾紛咧都會輕鬆啲咯。咁我哋歸根究底啦，睇翻今次呢個 case 啦，而家呢個業主佢又真係冇俾到錢，真係即係叫做違約啦。另一方面就個裝修公司佢又真係做唔達到個質量，又延期得好緊要喎。咁而家雙方都有錯啦，又去到入稟法庭要求追翻個欠款啊，係咪即係要點樣解決佢咧？係咪即係加下手就解決咗咧？嗱，如我頭先所講啦，最理想咧，通過協商咧係最好嘅，唔好下下訴諸法律咧，咁其實都好痛苦嘅。咁嗱，我哋要知道啦嚇，大家嘅核心嗰個問題咧就係間屋嘅裝修質量啊嘛。而間裝修公司咧亦都未收齊尾數嘅，咁所以咧其實裝修公司都幾有個動機係想收埋個尾數，而個戶主都係想執翻好嗰個執漏問題嘅啫，不論大問題定係小問題。咁所以咧都通過協商啦，甚至最理想就希望雙方咧都寫張紙嗱。而家我執埋呢幾樣啦，咁戶主咧就放款俾尾數啦。咁咧呢個係通常嘅做法，我都鼓勵係咁樣做嘅，就唔使下下訴諸法律。但係當好似頭先個戶主所講啦，間裝修公司都唔願意跟啊，真係唔會同我執啦。咁就真係無可避免啦，都會建議戶主咧都可能去法庭度去真係要面對啦，真係揾間公證行寫翻份報告，究竟嘅施工質量問題真係有幾差。咁所以咧佢唔放款去俾尾數咧，都係情有可原嘅。咁都唯有係喺法律嗰度做解決咯。